屏东救援基地智慧型监控系统标案资料泄露，这个检方锁定达温光电城青董事长丁人基啊，今年下晡开机压停。国强瀑布以100年延庆头一场海外特点，上百组的喷喷去到捷克，其中正青的这翠玉白菜也是头一个去到澳洲。中国第三只的这航南福建号长下晡驶过大海，局军表示讲，这福建号经过大海，并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件发生案件，高本地伫咧看守所放羁押要到1年时间。顶礼拜五呢，这北院裁定7000万交保，应晓比3000万交保。不过这北检不服提出抗告。台湾高等法院合议庭经过审理，伫今仔日裁定撤销交保，发回北院经裁。这高院撤销交保的原因是，还有证人和被告还未互相对质。针对着高本地应晓比2个人灭证串通口径风险，北院为啥限牵涉贪污治罪条例部分，却毋是公益侵占和背信罪嫌的部分，就来认定这串证可能性降低咧？认为这北院是前后矛盾，理由欠缺妥当。另外，这2个人交保了后，对共案的被告证人和这接触的范围伤过含糊，有必要界定清楚。综合这寡理由，北院交保裁定有无周知的所在，才会撤销裁定，发回经裁。那北院上紧伫咧13，会搁再来召开羁押庭。台湾地检署侦办这中区院屏东救援基地智慧型监控系统标案泄露的案件，针对着这接真侪政府和军方案件的问答公电，这检察官暂时认为讲，这董事长陈柏松等人罪嫌重大，有串通口径别证的记录，申请羁押禁见，伫今下晡开羁押庭。最近中科院发现有一位姓林的技术师，敢若是泄露中科院屏东救援基地标案资料给厂商，检验认为并不是单独的行为，可能有特定厂商或者是人员受不当利益。调查发现是达文光电。2012年，台运成立子公司专责海巡署的雷达。台运经营的理念是业界顶尖，企业长青，技术自主。跟留台湾。这件案件涉及偏远园区智慧型监控机关系统的网电基础工程标案，牵涉国家安全。特惠光电长期承接政府加军方标案，是设立几多项加国防、海巡、智慧监控等相关专案的上市公司。检验伫吹查搜查查考相关证物，通知董事长等人到案说明。2个名被告经检察讯问后呢，认有涉嫌泄密及这个背信未遂等罪嫌。那有串证灭证之余，那向法院申请羁押。达运是从50万，我跟总经理我们开始起家，开始创业。今天站在这边，代表我做到了，未来一定会更好。我对社会要有责任，对环境要有责任，对投资者要有责任。我相信，在我领导之下，我一定承诺要做得到。明年一定加薪。接几多项政府加军方专案宽屏业务的特惠光电，最近的股价袂歹，但各地传出军工产品营业机密敢若是出状况，涉及到国家安全。11个股票实行盘停，12开盘搁再跳空锁盘停。不过特惠光电发重大信息讲，会全力配合调查，强调营运甲财务拢正正常，对公司财务业务拢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防止诈骗袂当完全靠政府，面对问题，家己就爱思量。这诈骗集团为着要突破银行和警方的这个境界，手段也是愈来愈多啊。台中就有民众去互这诈骗集团骗去银行汇钱，而且佫甲伊交代讲唔通加讲话，若无投资就失败。另外，也有民众当到这交朋友的诈骗，这诈骗集团佫教伊讲爱安怎骗过银行，才会当顺利汇钱。我知道那是你的钱啊，可是我们也是因为诈骗太多，我们关心你一下。现场银行的行员甲警察拢真耐心问这个姓郑的民众，讲这钱是要汇去倒位，有啥物用途？不过伊就是无愿意说明。警方顶一日接到西屯区一间银行的通知，有一个姓郑的查甫人讲要汇43万，不过看着真紧张，讲话嘛讲袂清楚。经过警察甲伊考劝，伊才讲是加入投资的群组，不过无愿意提出甲对方的对话，一直到警方通知因牵手到现场，确定伊就是落入去投资诈骗的陷阱。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要汇啊。一名邓姓男子疑遭投资诈骗，对方声称天机不可泄露，
要求隐瞒汇款用途。因若台中另外一个民众拄到交朋友的诈骗，对方佫教伊安怎骗过银行的行员，才会当顺利汇款。汇款给不同人，然后还要给你汇款的名目，还要叫你强硬一点。我撇除你前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后半段就不对啦。这个民众迄天去银行要汇30万，用途讲是要买保健食品，毋过要汇互啥物人，煞是讲袂清楚。一直到警察去现场了解，伊才讲是加入约会交朋友的网站，若是要约会，就要先欠钱入去。诈团更细心指导受害人如何应付银行关怀提问，深入了解后，该汇款账户甚至已被列为警示账户。加在这个民众有听口劝取消汇款，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台中市今年1月至6月就有14000多件的诈欺案，已经要挖113年规个年度案件的数量，呈现10倍成长。其中以投资诈骗占上济，对方若是要求要暗砍汇款的用途，大部分拢是诈骗，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泡沫院100年延庆头一场去到海外的特点呢，就是去到捷克，有选131组珍贵的文物去展览，其中正称的这翠玉白菜也是头一届去到欧洲。这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丁正耀也拢出席这开幕之行。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文化部长李婉，也佫有几落位调也入位，也拢有来到位。这高雄的院长肖忠宏就表示，透过文化软实力，让台湾重新站上国际舞台。听到民谣望春风的音乐，互人是真欣赏这台湾国乐团的演奏。不过斟酌看，这毋是伫台湾，是伫捷克的国家博物馆。原来高雄泡沫院100年延庆的第一场海外特展——高雄文物百选含故事，10月伫捷克开幕。其中正称的国宝翠玉白菜是第一摆来到欧洲的舞台。作为伫翠玉白菜头前欣赏，包括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文化部处长卡什帕尔，这捷克的官员拢有出席。捷克国家博物馆总馆长卢卡奇强调，翠玉白菜伫欧洲人的心肝内，就等于是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笑容，敢若会祝福真正的朋友，代表两国真深的友谊。从日本清明上河图嘛，共场来展出，展期长3个月。这摆高雄国宝去到捷克，外交部长林佳龙、文化部长李婉、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600立委拢做伙来，3个国员加上国会副议长，真罕见共场出现伫非邦交国的公开重要场合，展现文化外交的重大意义。很大的象征意义，就是台捷文化交流另外一次重大的一个里程碑，来见证台湾外交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刻。像这一次的文化合作，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未来的合作，包括像现在也在进行，比如说半导体。和卢卡奇南的代表上知上少，肖忠宏嘛提出邀请，希望未来捷克的文物嘛会当来台湾展出。在场见证的李婉强调讲，除了感动，佮看到台湾文化的包容性。这一场展览经过了20年，20年之后才成功。如果你问我说台湾文化是什么，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融合性，它可以包容各种文化。翠玉白菜顶一摆出国是伫2014年，到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隔11年，搁来到捷克展出。不过中国各台办批评讲，这是文化台独去中国化，陆委会反击这是无代无志的指控，强调北京各种的文物嘛捌去法国来展览，同款拢是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这黄岩岛成做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或者南海主权争议搁再举起来。菲律宾的外交部伊就批评中国，讲因的行动是非法的。中国是讲这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说保护区是为着生态保育。因为咱的外交部也发出声明来批评，讲这中国是非法设保护区，也强调会坚定捍卫台湾伫南海的领土主权。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告，会伫南海中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群岛之一，设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起主张有这个群岛主权的菲律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讲，安尼先已经严重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会向中国提外交抗议。The Philippines urges China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over Bajo de Masinloc. Refrain from enforcing an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State Council issuance
and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外交部是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是自然保护区完全合法，目的是要维护生态多样性。只叫马尼拉伫咧半人，请伊莫个吵这件代志，莫个代志愈闹愈大。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早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中方不接受菲方的无理指责和所谓的抗议。 敦促菲方切实停止有关侵权挑衅和肆意炒作。咱外交部严正声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任何主张非法而且无效，希望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尊重国际法。在地渔民团体批评，中国讲要保护环境，不过却是黄岩岛的破坏者，市场若予因抢去渔业资源的减少。Hipokrito sila, no? Hipokrito ang gobyerno ng China. Na may ideya pa sila na maglagay ng o ideklara no yung West Philippine Sea lalong-lalo na yung Scarborough Shoal。黄岩岛伫咧中山群岛，台湾官方正式的名号做民主岛。我郡主要航道渔业资源正丰富。虽然中国长期主张九大线权利，不过2016年海牙上述的仲裁法院就裁定，中国的主张无符合国际法。即马北京设立保护区，搁去卡着区域的敏感神经，恐惊会互南海的局势继续升悬。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伫咧台南的官电有4个天然气体，主要是供应官电工业区来使用。这个月初八开始呢，这官电力、量电力的里面，一个人会当领到1,400块的中油回馈金，说互附近4个里的里面是真不满，就民意代表要来协调，明年将有可能会扩大办理。 透早一个民众到官电区量本里活动中心讨论，主要因为今年矿业法修正了后，历经官电区头摆针对官电里、量电里4141个里民，每一个人会当摕到1,400块的回馈金。不过这煞引起其他里的不满，认为量本里、东西庄里等4个里冇影响到，嘛通加入回馈的范围，引起地方讨论。这天然气的管线有通过我们龙本，所以呢，我们是要争取，就是。 以我们龙本为主，但是委员是说，都是周围4个里通通要纳入回馈了。官电区量电里长讲，天然气管线经过里，也这回馈金合情合理。因认为其他里若要争取，应该爱看中油敢有经费。伊无希望到时因为逐里拢争取，地区回馈金煞求水，造成无公平。其他的里要争取的人嘛有，安尼是上好，但是原则上。 原则上就是阮农电者至少爱保持今年度发放的1,400块。有民代12调开会议，认为目前这机制也无足完善，要求经济部参中油爱检讨发放的办法，主张天然气管线经过所在，拢应该是回归的范围。我们今年会修正办法，就是连同管线，还有它直接在空照下来的范围，会扩及的地方，我们都把它纳入到。 我们这次回馈金的范围，我们会跟中油那边在先讨论，邀集这些管线有经过或是影响范围，怎么去这个把它纳入官电区南62线沿线的4个天然气体，主要是提供给官电工业区，在已经厂商使用，2006年用到单，按算通用到明年。中油回应管线范围有必要去讨论，后续会去邀集地方代表，甲中央单位建议，定出一个较公平的办法。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 去年有传出讲，这风力发电业者要伫咧台东的海岸线搭建到中滨起58基风力发电机，引起着南回线东海岸线居民的反对，也透过立法委员要求经济部和环境部就要尊重地方，要求这业者呢要甲案件撤销。不过这业者是硬要做，自救会下晡就找8000份的联署书去到县政府，和县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业者要赶紧来打动。
东海华反红店自救会联名，早8千多份反红店国民连叔叔到台东县政府交予县长廖庆玲，表达南回加东海华民众坚决反对业者伫台东海华线、达林乡到中滨乡总共架设58基风力发电机组开发案，并且早东海华石头邀请县长甲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立法委员，也个地方的民意代表伫石头顶面来签名，代表亲像石头最坚定的反红店的决心。我们要大声地说不，我们有说不的权利，并且我们有捍卫自己家人的权利。台风频繁的台东非常不适合设立风力发电，我们应该要朝向永续的能源政策。东海华反红店自救会联名讲，顶个月大雅花莲到南回地区举办说明会，民众拢反对，业者立委来协助，向经济部甲环境部要求发公文予业者，先行评估地方反对开发的意见。不过业者一时相关到各个社区部落收集民众意见，所了民众，更加预计下个月再办一场说明会，来插一个中央甲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的心声。部落都是老人家，那很容易为了一点点的诱惑，对，然后失去判断。或有接到一些问卷的调查等等的，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去收集地方意见、反映民意的一个程序之一。那我们的目的当然都是跟地方来创造双赢、发展环境守护这些共生共荣的局面。业者讲，即阵的做法拢符合政府人员开发程序，不过东海华反红店自救会联名讲，那业者不爱终止开发，会结合大量民众去开道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争议真久的台北市公馆医权，这市政府决定讲，这个拜六饭店就要来开始拆公车专用地下道的先屯护坪，再来把这医权拆掉。按算11月16就完工。那在地机关里长和民间团体拢反映真侪解，而且因是真反对，因就批评讲，这市政府讲袂听硬要拆，伫今暗时开始呢，就发起守护医权活动，要求市政府暂停施工，搁再来协商。公馆医权边啊，公车地下道已经围起来。拜六0点开始，将会进行第一阶段作业，菱形地下道加车形地下道分层囤起来，顺线带自来水管、电管也个电线管。第二阶段拆医权的地上设施加平面道路施工。感觉很急就章的做法啦，对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完善的整个的说明规划。如果公车不走下面的话，它就等于要等红绿灯。我自己骑摩托车红绿灯都要等很久了。既然市府的团队已经决定做了，我们也就只能全力的配合，然后我们在交通黑暗期就自己要注意。按算工时要65天，交通一定会受影响。台北市新工处讲，施工期间原本行地下道的公车改行平面路段，路的用量一定会降低。建议用路人会当提早或者是分流。行政团体讲，伫拜五暗会到现场抗议，替保留地下道、保留医权重新协商，替科学数据4大诉求。蒋市府还是讲不听，一意孤行，决定要来做拆除以及填平哦。我们要求。蒋市府应该要停止施工，并且来重新的协商哦。对抗议活动，市警局伫早起已经传好势，警车也伫现场抬兵，为了要减轻施工期间交通伤叹，交通局协调集运公司提出优惠，自9月13到10月底，尖峰时段旅客出入站若是上山新店线、万隆站到新店站之间，会当有票价3成的回馈，鼓励民众加坐集运。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对这个月开始，这高雄、台南、屏东、中国道路线拢停驶，换这统联客运来接。乡亲是无法度继续伫咧西螺转运站坐车，就要去到交流道边啊，变甲真无方便。不过经过地方的民意代表有去协调了后，即摆有一寡车帮呢会入去这西螺转运站接乘客咯。这个月初8，国光客运无国西台南、高雄甲屏东这寡各道的路线，所来就交予统联客运站。因不因为统联客运坐车的所在伫西螺交流道，无经过西螺转运站，民众真无方便。怎么相关单位在瞧？西螺电工所是希望讲统联会当进驻转运站。啊，目前呢，他们是因即马当然是解决到这个北部的部分呢，因有承诺讲大概北部的部分因会先解决。伫咧南线的部分，因会等于做演绎啦吼。然后伊也搬来遮，其实我嘛私底下有咧讨论讲，爱看统联的过来。
这样搭车会比较方便。对啊，对啊。未解决问题，地方的民代邀集相关单位来研究讨论。通联客运讲，以后自混林4号发的上北的车，会驶入去西里转运站，不过路南的车怎么还搁伫咧研究？总共有16班的班次，有是不是有这个跳班的方式，会当入到这转运站？我们也尽量考量民众的一个需求，我们会再跟公路局这边来演绎看看，有没有办法我在西螺地区在云林地区其他的一些路线可以调整进西螺转运站来做服务。公路局讲，这么针对包括提供接驳、调整路线等方向，伫咧讨论，按算3礼拜就会有初步的结果，也研究奖励措施，吸引更加侪客运业者来走这条路线，后面将坐车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这中国第3只的航艦福建号有风声讲特别成军啊！这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昨就派 P-3C 反舰机去掌握这福建号和2只驱逐舰的动向，然后下晡呢就驶过台海。中国的海军今仔日就证实讲，这福建号正经过台湾海峡，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咱内阁防部是强调讲，全程咱拢有伫咧掌握。解放军打造第3只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特别成军。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发布，福建号甲2只驱逐舰11出现伫钓鱼台西北边，差不多200公里的海峡，向西南方航行。解放军10日证实，福建号顶一日通过台湾海峡去南海这片训练。有关中共福建号航舰通过台湾海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并且适切应处。针对福建号头一届通过台海，引起区域局势紧张。解放军讲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咱国军全程掌握福建号的动态。学者观察，福建号若成军，短期内也无法度加速战略，未来2方若发生冲突，会负责阻挡美国军舰介入台海。美军的那个第3舰队跟后续的增援，当然是说后续来援台的核心战力。所以他如果能够阻止这里的话，阻止这些增援兵力的话，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还是有，只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海军官校，甲新生做伙比战略强的手势。总统赖清德10日出席3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致辞的时阵讲到国际社会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只有透过实力得到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只有透过实力获得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不可能靠让渡主权获得，和平也不可能靠一纸协议就有办法达到。遮侪少年囡仔来读军校，罗总统嘛鼓励因要认真学习。伊讲士官是部队的基骨，嘛是官兵沟通的桥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访问美国，伫驻美代表朱大雷的陪同之下，拜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党派的成员，双方讨论反制中国统战假资讯的行动。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强调讲，会支持台湾的民主甲自由。记者综合报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讲咱的政府呢后礼拜会推出新版本的民防手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鹏就表示，这手册明确指出，讲任何讲什么台湾导航的内容，这拢是假消息的。另外，手册也是甲头一届甲民众当着敌军爱安怎应对指引列入去内面。有学者是建议讲呢，手册应该爱教民众伫咧战争的时阵安怎生存。工作人员一直看这个民防手册印刷过程，一本一本来装箱。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台湾下礼拜要提出新版的民防手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这摆是参考捷克、法国、日本这国家所写的生存指南，封面是感觉色的，标题是写当柜机来临时，内容有29页，结合网家人物的插图，适合各年岁人看。台湾并不会屈服于任何军事威权的侵略，那我们并不会投降。好，这个概念必须要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心法。国防部头一摆出版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拄推出防批评无实用，引发争议，后续经过改进，这摆经过2年，推出了新版民防手册，内容大幅度提升，包含头一摆家己民众拄到敌军时免怎做，也有任何讲是台湾导航的讲法拢是假信息，也有中国籍 APP 像是 DeepSeek、抖音、小红书等，拢可能牵涉各自受到风险。你很难去判断他是敌军还是我军，甚至当你能判断的时候，都已经是很贴近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手册里面我们会提醒群众看到有着军服的这些武装的这些人员尽量避开尽量避免。另外，手册也列出台湾可能面临海底电线防破坏、中共丁九南方准假检查，也有全面环台这情况。学者认为，新版手册需要教导民众分辨认知作战，不过真上重要应该爱护民众有安怎在战争之下生存。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投降而是对方我们双方的政府已经有一个妥协了，或者是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之下，解放军退兵了，所以我们先行停火，先不要开枪，可是各部队要元守在阵地。那这一些命令会不会反而如果在我们语义不清的情况之下，反而会被对方拿来作为进一步的操弄？今年汉光演习，各军在会场演练避难。学者讲，这摆手册是不是加入防空设施、物资的存放，将是外界注意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2025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这届是轮到上海主办，9月25到27日来举行。台北这边呢是由市长蒋万安带团过去，访问团的成员名单和行程都已经送信了。根据了解，双方按算会签署2件合作备忘录。蒋市长强调，会在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之下。不过，民进党的机关是确定讲拢无被参加。会担心双城论坛的申请出现变数吗？我们一贯的态度就是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台北跟上海2座城市之间的交流。先最正式已经送件审查，台北市长蒋万安有定25率团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依照往例，市府立级官员也有随团的记者会伫前一天先出发。蒋市长顺利组团是25日到位，并且由地主方面来宴请迎接。3月26主论坛登场，暗时有台北这方面举办特设宴来会请地主，最后是27市情参访了后回国。因为主要是城市论坛，所以都是以城市治理的议题为主，也很期待双方可以聚焦在民生议题来关注，让双城可以互相学习。今年要的双城论坛，他们准备要跟对方签订2个 MOU， 那这2个备忘录呢，已经交给我们做审查了。这2项 MOU 方向锁定市政治理甲民生服务相关，等待审查通过了，才对外来公布。随团议员经过抽签，确定是国民党籍的詹宪营、吴世正、刘彩薇甲民众党籍的张志豪到登记，因啦民进党是一个拢无登记。民进党没有去，我觉得不可惜啦，因为他们一直背一个这个双城论坛，去年还想要砍掉双城论坛的预算。希望陆委会呢，就是照惯例放行，不要从中作梗，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成行。上海方不是派出位阶不对等的人出席，要不然就是不对的人出席。柯文哲任内整个双城论坛讲的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这些，那请问一下，这么多年下来，请问有互相尊重、有互相了解吗？共机请问有减少扰台吗？今年是双城论坛第12年，也是国内2波罢免案了后，两化战级相关的官方市情对话平台之一。国民党认为应就此塑造双边和平的气氛，民进党是反对讲论坛变调，真做统战的样板。今仔蒋万安是不是甲国台办主任宋德会面，相关是真受到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劳工的权益，婚姻有一间食品工厂，因为超过这法规30天期限，也被发放一名，干那来做一工就去互租欠的员工53块租欠费，去互县政府依照劳基法罚10万块。这间位伫婚姻原厂的食品公司进行录取一个送货业务员，不过因为送货车辆问题，甲公司讲袂话，头一天就互公司来租欠。不过公司却是无伫劳基法规定的30天内底发租欠费予伊。这劳工有时伫第31天向婚姻管户来检举。那劳工向本府来提出申诉，经本府查证，公司是因为作业流程延误，给付都是属实所以我们依法裁处。婚姻官罗清楚讲，这职务的月级是38000块，若薪资租欠费是年资乘0.5，再搁乘月平均的工资，所以讲上班一天换算落来，租欠费是53块。经过调查了后，事情明确，依照劳基法甲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对资方来开罚，并且依照这个行政罚法规定，加罚款对30万减轻到10万块。资方是该说公司所给的所失，不是调工的。会后续去修正我们的内部作业流程，这也是我们必须很实在的去认知到我们的错误这样子。
那确实是针对于部分工时或是这种比较短期，然后就离开工作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的，确实是有蛮多是有这种违法的状况。有些劳工他可能也觉得啊，就想说就算了，就雇主没有给我就默认，然后甚至也没有去做劳资争议的调解，或是去检举雇主的这个违法。台湾劳工电线讲，无分工读生也是全职员工，不管你做偌久，拢受到这劳基法保障，就算是真短时间就离职，也是互资遣。劳工也毋通忘记，家己应该摕到的薪水也是资遣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数位时代，网络顶头也愈来愈侪性骚扰案件。劳动部伫113年性骚扰申诉案件就1577件。为了避免这受害者搁再受到伤害，民间团体是建议劳动部就要加强这调查委员和头家的敏感度。也那劳动部也讲呢，会来加强相关的政策。我们就只是要好好的走性骚扰申诉程序。2年前，公司的戏《零选之零》内底讲到工课场性骚扰，嘛引起国内一波 Me Too 运动。根据劳动部民国113年收到的1577件性骚扰案件内底，行为占66%，讲话占47%，文字占17%，网络骚扰占9%。性侵害占1.5%，所谓性骚扰的案件，甲前一年比有增加2倍。有民团建议讲，劳动部要提出政策来增加调查委员和头家企业对性骚扰的敏感度。蛮多的案例是很多，例如说有某些调查委员或是某些民众在看数位性暴力的态度会比较说，数位性暴力就是大家也没有少一块肉，所以那没有什么这样子。对，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说在职场的这样的一个性骚扰案例处理上，要避免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其实希望那个调查委员的这个培训以及这个雇主的敏感度，其实劳动部应该要做一些政策，让这个部分是可以提升的。为了保护劳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劳动部表示，头家应该爱伫知影代志发生的时阵，马上做调查，避免被害者受到第二界的伤害。若真正有影，就要对行为者做处罚。若是头家知影煞记点点，上悬会罚100万，而且还会公布单位负责人的名。他有比如说透过网络去传授一些猥亵的声音，或者是讯息，或者是有性意味的贴图。不雅的照片或者是影片，雇主知道了以后，他要立刻做我们这边讲的隔离保护调查。劳动部强调，受害者若是对头家做的处理无满意，会当向地方政府来做申诉。劳动部嘛呼吁企业，普通时啊就要做好教育训练，减少工课场性骚扰的代志发生。记者陈心东、林孝凯台北报道。较大汉的学生敢会当叫这外送来学校呢？14早起呢，这学生团体召开记者会，提出3大诉求，还各教师呢落实指引，也要建立明确的学生参与机制。教育部是回应讲呢，有修正高中校园开放订外食各面向的参考，要来互学生、互学校一寡建议。放学的时间规批学生行出学校，高中生订外食的争议继续烧。双北学校的规定完全无同。亲像新北市的邦桥高中已经对去年9月开始校务会议通过学生会当在特定的时间订外送。我觉得学生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午餐的权利，给大家更多的选择。以那个取餐时间跟其他什么的来说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耽误到吃饭时间。学生的反应拢无同，不过学校点出讲，拄开始开放的时阵，学生是定定在使用。不过到今年开学以来，逐工通报的学生使用数差不多拢干那4、5个左右，使用的人无外界想的遮济。板中的这个食堂其实是非常多样的，价位普遍比学校的食堂多，比较高。那对于学生来说，可能经济上面也会有一些的压力，可能没有就是说在时间上非常的准时，那会影响孩子们呢用餐的这方面的一个时间。学校敢应该开放订外送，搁一摆引起争议。学生团体伫12个早起，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提出3大诉求，包括各学校外食的相关规定，应该纳入学生的意见。针对学校的外食议题，建立更较明确的学生参与机制，辅导各校强化学校食品事件处理作业标准，建立安心店家名单，也是鼓励学校参考市有数的优良餐饮。限制性购买原设餐食的规定，那导致学生需要花很多
时间去排队购买午餐，有时候甚至到午餐时间都结束了，他还没有成功买到他的午餐。应该要积极和学生家长一起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目前中山女高已经完成各班的学生投票和老师的投票，13会进行家长说明会和投票，落尾交予县市委员会来表决。针对学生团体的诉求，教育部表示讲，各校敢要开放外室，爱学校和学生家长建立好的沟通管道，做伙讨论。另外嘛，已经修正高中学校开放定外室的建议，提供学校照实务的需求来参考运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保利达 B、威士忌这个物件呢，其实内面拢有酒精的成分有10%，所以伊算是药酒，唔是凉水哦。所以敢若会当伫咧药局内面卖。高雄市政府查到真侪这槟榔摊、柑仔店拢有伫咧卖，这行为是违法的，上侪会当罚到200万。伫工地工厂石头做到一半，看到有人甲保利达 B 泡水料摕来啉，真侪人会啉保利达 B 甲威士忌这款饮料来提神增强体力。柑仔店槟榔摊，即马拢做够了啊，所以就买无啊。有啊。杨过市府讲，这两种商品只敢若会当伫咧药房卖，杂货仔店甲槟榔摊拢袂使。药局跟那个槟榔摊比较多。哦，因为市府有说槟榔摊不能卖啊，你知道吗？因为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在喝啊。市府讲，保利达 B、威士忌酒精浓度拢到10%，如果加当归、人参等青药的萃取药，算只是用药，只敢若会当伫咧药房卖。因若蛮牛、康贝特这款商品，因为无酒精，或者是酒精浓度无到0.5%，算食品类机能饮料，会当伫一般的店卖。去年查到21件违规，槟榔摊上济，过来是杂货仔店。今年顶半年也查到7件。拢是工地咧使用较济。所以拢会甲你带到保特瓶内底，以用去用掠的。113年共查获21件违规，裁处金额为63万元。114年上半年度再查获7件违规。实际去4间槟榔摊问，因拢讲无卖，严姑也讲常常有人起来问。啊，因为那个是药品啊，然后槟榔摊、杂货店都不能卖。但是还是会有人来问，对不对？对。市府讲，若无药商许可证卖这种药品，是违反药事法，相关会当罚200万，以后会继续稽查，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滨镇的育达路、育英路这个3车路口车祸真多，交通局会勘了后，讲会来增加这车红灯，重新画飘线，希望会当减少事故。这巨型的路口，车来来去去。这是育达路、育英路的交叉口，是滨镇区二行里、公行里甲公达里的主要车路。附近有育达高中甲二行国小，上下课的时车多，学生嘛多，却无青红灯。几廿年来，路口直直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很危险。怎么说？就是那个山脚那边，就是有些人就是速度很快，要装红绿灯，比较容易发生车祸。哦，很长哦。上下课的交通、游览车还有学生都是抢在一个车道上面，蛮常发生车祸是吗？几乎1个礼拜2件到3件，有大的也有小的。这个岔路就是没有标示啊，很多人骑车走路都会被车子撞到，所以这个发生车祸率蛮高的。根据交通局掌握，最近1年，报案讲有人着伤 A2 车祸1件，车辆载物受损 A3 车祸2件。不过民众讲，其实唔那安尼，真侪较轻较细事故拢无报案，安全的问题并无解决。地方希望加设青红灯这挂交通灯号。确认现场一些改善的范围，还有改建的位置，那并请离办公处协助取得地主同意书。交通局表示讲，会勘了后决定伫路口加设行车甲过路人的灯号、引带线，佮定位清晰的过路线甲慢过线，重新调整路口的形态，有效分流车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改善事故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竹山的正觉诗办大树爷文化节，今日开始连续3天，也因为团队当中，这皇帝把属乎大树爷抹凉袍，讲到这大树爷的凉袍是写做什么款呢？咱做回来看卖。出生婚姻大事有默契。讲
路了后，第三大树叶文化节正式起稿。南投县德山正甲市福西观音大树，祖庙伫嘉义民雄，是祖庙认证的第一分灵，甲担有167年历史。为了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正甲市推动第三大树叶文化节。活动对12开始连续3天，尾仔嘛阁有61个绕境活动。每一年的大树爷祈福升天啊，全国的信众拢会来到现场祈福，祈福升天就是甲祝福，祝福大家，甲这个无好的早走。大树爷文化节上重要的就是14暗时会办理大树爷祈福升天仪式。正甲市指出，这个仪式是代表大树爷伫普渡期间维持地树的任务完成。而且上传乾隆皇帝捌属大树爷满龙袍。今年文化节就照祖庙传统，第一摆为大树爷定做龙袍。伊的护法升天非常的庄严，大家嘛翕相翕到迄个大士爷升天迄奇迹，让所有的普渡都能够平安。那最重要的，蓝主委这边也希望透过我们宗教文化的活动，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文化节这3天嘛，规划有1公里长的美食街和济的艺文团体表演，最后1天阁有拔杯比赛，嘛希望招民众做伙来体验地方的民俗文化。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若讲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王基凯，伊有开一个台语 podcast， 用台语来介绍文学、音乐、访问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这丰富精彩节目内容呢，入围着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伊讲入围对伊来讲就是上界大肯定。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拍开录音设备，用线派录讲腔主持 podcast 节目。伊是阿凯王基凯，用台语咧讲万行台，了解文学、讲音乐、访问各行各业的高人。其中台湾当代出版计划单元是王基凯参3位录讲好朋友同齐合作的计划，嘛来入围今年广播金钟奖 podcast 艺术文化节目奖。这种语言来讲，这个电台伊本来咧收听的族群就较少，我咧讲的这个主题嘛较冷门，咧讲这台湾文学，咧讲这个都讲的出来大大小小的代志安尼，豆豆开始有家己的听众，甚至是这边咱入围这个广播金钟奖，我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嘛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毋捌做过 podcast 嘛，毋捌做过广播，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你家己的声音能去用听到的所在。无熟悉的朋友，还是熟悉的朋友，伊听完会甲我讲因的感想的时阵，我会感觉哇，原来阮咧做的代志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王基凯为2016年就开始伫网络用台语讲万项事，2021年正式成立 Podcast 频道，请头敢若一个人咧录音，即阵已经有制作团队 ，Podcast 的内容嘛愈做愈丰富，愈行愈知，厝内人拢真支持，嘛真欢喜会当甲录讲腔的特色推广出去。咱即摆嘛支持囡仔要做啥，咱就甲支持啊，而且佫是甲咱录讲腔甲伊发扬光大，真欢喜啊，因为是讲伊凊彩母母的佫女的。系啊，所以规家的人拢就欢喜的啦。刷后一步，我希望讲，当倒来录钢腔的台语去到全世界，用台语去甲全世界的人交朋友安尼。因为我感觉讲，人啊，足奇怪，咱就是要离开家己的家乡，咱才会感觉讲，原本有的物件是遮尔啊珍贵，遮尔啊甲咱无共。王基凯表示，未来希望当去东南亚国家，也是日本，每一个有台湾人社群的国外去访问交流，希望透过声音的力量，互更较侪人熟悉在地腔口，会当了解台湾甲国际当地发生的万事万物。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9月11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民族日。加泰隆尼亚人呢，伫咧即天呢，拢伫咧巴塞隆纳街头游行，来纪念300多年前失去主权、失去己见的迄段历史。民众也趁这个游行的机会来表达因的政治诉求。来看公视台语台驻深记者吴英忠来自西班牙的报道。记者徛的这个所在是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今仔日当地时间9月11号。加泰隆尼亚的民族日纪念日，因的目的是为着要对这个加泰隆尼亚的自治甲文化来支持。这个纪念日唔但是为着1714年因的沦陷日子来做纪念，嘛是为着因未来要走向独立建国的日子来做发声。300多年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去互废除全的失去主权、失去语言，到近代西班牙民主转型了后，才恢复自治区和议会。今年的诉求集中伫语言保护、自治权扩大，也希望得到中央政府进一步的政治承认。伫咧游行当中，常听到自由独立的口号，嘛反映加泰罗尼亚的诉求。
Per mi significa tot, el meu país, la meva terra és el que estimo. Faria tot per Catalunya i s'ha de vindre a la manifestació. Si ets català i no vens a la manifestació, no ets català. Ets algú, però català no。去年来9月11游行嘛，成做政治动员的场合，特别是在2017年独立公投失败了后，游行诉求独立建国嘛愈坚定。其中文化卫生保护委员会嘛呼吁其他党员要继续团结向前行。在个民族日的游行当中，通看到有真侪少年家来参与。来自台湾的移民第2代王敖文也来见证这个和台湾有相像政治脉络的历史现场。因为我的朋友有来，我想要甲因来帮忙啊，他想要独立，然后他们大家都来这里。虽然侪家庭嘛把这场游行看作世代传承的文化活动，不过其他两年民族日游行和政治诉求，嘛呈现出自地区和中央政府之间几年来的矛盾和辩论。记者以英宗伫西班牙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因为不满2011年大选的结果，拍算要来发动军事政变，也使人民众指控选举作弊。伫11日，互最高法院判刑27年3个月。美国总统川普说，这波索纳洛是一个优秀的总统，而且伊搁再讲，这对巴西来讲，这是一个真侥幸的判决。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伫2022年10月总统大选竞选人员。摕到49.1%的票声，输予对手现任的总统罗拉。罗拉的得票率是58.9%。波索纳洛不满选举的结果，和这个负心盟友计划军事政变，想要推翻罗拉的当选资格，所以，予最高法院5个法官内底4个投票，裁定有犯叛国罪甲政变阴谋罪，共判27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现时70岁的波索纳洛，恐惊后半世人拢爱住伫笼仔内。Não há a menor dúvida que ele é condenado. Tanto é que nem pelo plenário seria julgado. Tem uma turma específica onde Alexandre de Moraes tem uma certa ascendência dos demais. Então eu não tenho dúvida da condenação. 路透社讲，波索纳洛几两摆伫社群平台甲公开演讲内底散布选举作票的言论，煽动群众。而且伫2023年1月初8大暴动，几千个支持者冲入去国会甲最高法院，损坏建筑甲文物，阁想要烧掉司法物件，互国际媒体讲是巴西版的国会山庄暴动。不过，有民众替波索纳洛抱不平，那波索纳洛盟友的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觉意外表示不满。Well, I watched that trial. I know him pretty well. Foreign leader. I thought he was a good president of Brazil. And it's very surprising that could happen. 川普直直强调，波索纳洛是一个出色正直的前总统，而且这对巴西来讲是真老的判决。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嘛讲，美国会对巴西这种不当的行为做适当的回应。公司新闻新洛贝编译。规场台美国网前查理·科克嫌犯到当时也未抓到。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今日公布这枪手逃走的画面，到当也无都锁定是虾米人杀的。这查理·科克在生进前呢是美国青年保守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川真重要的盟友。一声庆声，美国的公共安全搁一摆变红灯。美国保守运动青年领袖科克，互人一场大事。FBI 除了提出10万美金的奖金，要求民众提供线索，嘛公布犯案前后清手的行进路线。这个伫遐救帽啊、挂乌目镜、穿长的运动衫的少年嫌犯，车十这天是伫个科克演说开始进前，顺楼梯行去伫建筑物的厝顶，犯案了后，伊就紧对厝顶跳落来浪讲，而且随走去附近的树林内面。警方已经顺线找到伊弹掉的犯案的枪机，是一支口径.3孔的旧式大枪，伊互面紧包起来，内面还有一发已经开过枪的枪支壳，伫枪支壳啊内面还有3粒枪支。科克的遗体嘛，伫副总统范斯的陪同之下，坐空军2号，登去到科克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川普是表示，这个暗杀互人感觉有够愤慨，伊嘛下令全美国降半旗来抵哀。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I will soon be awarding Charlie Kirk posthumously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这31岁的美国政治名妻，伫大家目睭金金的场合，互枪杀死亡，互美国国家一件政治暴力乱象。对去年的川普宾州的枪击案，到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议员连环枪击案，少年线一直发生。时代杂志上新一期的封面，就以全版血红，加上已经有够啊的大标题，搁一摆对美国的政治暴力提出警告。We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if we are not careful, people will start believing that violence is the norm. 川普总统本来甲可可的死亡原因讲是激进左派，但伫一个保守派记者的建议之下，已经呼吁支持者莫用暴力来回应。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